全部馬匹準備妥當。第10場賽事3班1004，大熱門12號爭分奪秒14檔2倍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前面快嘅馬呢，有呢隻美麗王牌啦、天合啦、人民武士啦，外面有金筷子、內蘭軍炮，出邊平天下、大愛黨、安德贏，跟住後邊呢，響出邊啊，咁啊嗰隻淺藍袖呢，有呢隻爭分奪秒噶，咁啊馬林後邊就超凡夢想，再後邊藍白環間3呢，就永勝神區拍住瑞德福，後邊3隻有架起情趣包咗落尾嘅馬呢，就南京之友嚟噶。好啦，轉呢個香港體育院彎啊，前面放頭嘅馬呢，就係呢隻安德贏噶啦，第一步佢做到啊，放咗先啦，咁啊跟住第2位嘅馬黃衫有平天下啦，內蘭霸到個靚位，第3位呢就美麗王牌，外邊第4位呢就爭分奪秒，響個第4啊望空咗噶，中間天合第5位內蘭人民武士，灰馬呢就係金筷子啊，再後邊嘅馬有超凡夢想、內蘭軍炮有啲搶口啊，中間瑞德福咁啊後啲嘅馬呢，之後永勝神區啦、情趣啦、內蘭呢就架起揈出去出邊啊，就係嗰隻南京之友嚟噶。好啦，入正直路，前面安德贏有少少西出嚟，內蘭就啱啦，美麗王牌呢嘢呢，美麗王者開始追上嚟噶啦。咁啊再見到中檔嘅位置上緊嘅馬呢，有平天下啦，爭分奪秒亦都上緊嚟。咁啊再喺外邊追有超凡夢想，出邊永勝神區大愛當南京之友啊，最後100零米爭分奪秒，中間內蘭就呢隻美麗王者啊，兩隻馬中間人民武士穿上嚟，人民武士贏第2名爭分奪秒，第3名就係呢隻美麗王者啊，第4名永勝神區啊。咁啊結果呢場賽事你哋爭完之後呢，人民武士呢兩隻馬中間一穿上嚟過晒，跑第2名嘅馬都近牙，外邊就爭分奪秒，入邊係美麗王者，永勝神區係跑第4啊。人民武士今場縮翻嚟跑1004，殺低2隻熱門，爭分奪秒同埋美麗王者，跑第4啊，就係永勝神區啊。奇普敦再贏一場，阿摩亦都贏翻一場啦。有啲分頭啊，縮翻落嚟有11個開。上次1006啊稍為長，擠下冇啦，1004就啱啱好啦。結果整條 A1Q 添。大摩都贏翻隻。4連馬啦，36、72牌805蚊。四同組順序3號、12號、7號、6號派到19,076蚊。騎師王結果就係羅里亞54分封王啊，因為雷神係贏唔到，贏到都仲有得估計，又係仲有故仔講。終於都可以再贏啦！呢隻馬。有賠率呢場翻嚟啦。好啦，奇普敦覆埋榜啦，睇下個巡邏影片。好啊，好啦，起步啦，咁啊大家都算幾齊啦。南京之友情趣縮咗落個尾度，前邊啦嗰啲美麗王者臨尾啲飛數真係幾勁啦，結果都跑到第3。出邊喺旁邊就天合啦，大愛當平天下最出呢就係安德贏啦，中檔第5位呢就係棗紅色帽啦，爭分奪秒，灰馬金筷子入邊就係頭馬人民武士，出邊第8位就係超凡夢想，入邊就軍炮，跟住一對啦，永勝神區拍住瑞德福，尾3位置情趣，尾二架起包尾南京之友，輸到都10幾個馬位啊！呢度就，不過臨尾都撲翻啲，就尾3位嘅情趣都上翻嚟㗎。今場又跑翻好咯喎，永勝神區俾人頂咗去3搭啦，人民武士呢得好靚嘅。天合入到直路嗰時候咧，就有啲揀錯位啊，咁啊結果就要再劈過，不過都之後都唔得㗎啦。慳晒位就見到美麗王者啦，仲夾硬懟埋佢唔得，再轉翻出嚟再騎都唔多㗎啦。南京之友啊掟到真係外父咁外嘅。呢條人民武士先攞到位。
其實爭分奪秒都好犀利，犀利，犀利。 58秒55啊！佢沿路守嗰啲線喎，仲位要都跑贏你隻美麗王者，好好指標嚟噶嘛，美麗王者。睇埋分段咧，13秒56、21秒54、23秒45，末段23秒24，總成績1分21秒79就快過標準時間2線1嘅。